BTS 三位 vocal 嘅高音其實上有咩唔同？曾谷、Jimin、Taeyong，到底邊個高音最特別？首先係拳型高音曾谷，佢高音穩定有力，爆發力強，衝擊感明顯，聲音厚實又有份量，屬於攻擊性最強、最有力量感嘅類型。第二種係風型高音，Jimin，佢高音輕盈柔滑，轉音靈活，情感表達細膩，流動感好強，聽落優雅又有畫面感。第三種係情感刀型，Taeyong，佢高音音色獨特，帶少少沙感，情感濃厚，故事感好強，感染力好大，屬於好有個人特色嘅高音。BTS 三位主唱，三位高音類型：拳型中谷、風型Jimin、刀型Taeyong。你最鍾意邊一種？刀拳風。